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理，好朋友国情甲你互相来研究，听一下四句联，体会一下晚清时代社会制度甲民间生活的风俗。头一趴讲晚清制度拢无换，举人门口徛机关，来台5关顶一半，若要制作花长山。国情是去秉着过去1955年德林书局印出来社会伫咧社会郑国成开台湾歌这本四句联，所以迄当阵的歌先是咧描写讲，迄当阵的50-60年前，日本人还未来管的时阵，晚清社会制度，毋则讲举人门口徛机关，徛旗制度表示公营，来台5关顶一半，咧讲台湾开垦的过程。凤山关、朱老关、台湾关上北边去到彰化关，尾啊当然毋若5关啦吼。啊，若要制作，就要倒转去长山。过来第二趴，咱继续来讲，比较讲日本人咧统治晚清时代这款鼓励是习惯，原则拢是带将权，出来经商做小贩，有诶耕作带农村。对长山过台湾，咱常常咧讲，辽过乌水沟。坐船真侪拢偷渡的，若毋是漳州人，无就泉州人来到遮务农工商，艰苦的打仓卖菜做小生意，原来做实踮伫咧乡村开垦，这原来有。比较日本来讲，晚清时代来到台湾开垦的，拢是咱共国本国的人，所以第三趴四句联继续甲听，讲祖先全是国内人，50年前老头章。查某白卡袂粗重，清茶全部无相共。国情头拄仔咧讲，日本人来惯穿日本衫，永早清朝是穿布料的台湾衫，尤其查甫的老头长尾啊，啊若查某囡仔咧白卡无法度压粗重、打粗重，社会制度真正都无共。四句联流传伫咧民间，记载着晚清时代。社会的民俗，咱今日安尼读，才会当体会较早台湾人开垦的过程，毋是讲干那专家学者咧写历史，即个四句联伫民间咱咧代代相传，特别搁较价值啊。